各位大家好啊！今日同大家介紹兩支 SK 唔係兩支 SK11，兩支8合1嘅ratchet 啦，即係甩嘅 bolt 啦，前後可以推嘅，咁樣換咗，咁樣咪變咗8隻 size 啦。咁 size 有8、10、12、13、14、15、17、19，全部都係通流 size 嚟噶啦。左右可以撥嘅，同埋日本 SK11 出嘅藤原集團台灣製造90齒，即係每一格咧係4度。係啦，呢個就係 SK11 嗰支啦。好，第二支要介紹咧就係呢一款黑波拎緊定乜啦，黑色啦，聚手嘅，好似兩隻咧其實差唔多重嘅。佢呢隻細支啲反而同佢差唔多重，好好聽嘅啲聲都係啦，90齒都係日本牌子，台灣製造啦，好聽嘅啲聲。佢咧呢個位置咧，我唔知點解佢會偷空，可能俾你掛嘢，或者就呢一個需要唔需要咁大力，所以佢呢度偷空，令到成支嘢輕翻少少。唔知道，我冇乜點研究嘅。咁都係啦 ，size 就有8、10、12、14、13、15、17、19，同啱啱一樣，全部都係通流 size 啦。好多謝各位，拜拜。